欢迎收看《后生太上宫》，有他太假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廚師長阿忠古，又到了你老後生人打最久嘅時節，大家有想過冇？唔知個水木嘅時節又水來又好冇？根據統計，而家太陽平常是日日愛睡7到9點鐘，不過假使係細愛愛睡10點鐘以上。不過呢個時態啊，大家落壓力又動態，平常時哪有可能睡到咁多？唔像我，平常時會想呢個睡唔好，睡唔落覺，甚至會反超。咁嘅情況之下，人家嘅空間、人家嘅安全，甚至會受到影響哦。今日你有想到6個後生人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下，佢哋到睡木嘅時節，遇到哪條嘅困難，眾上分享。首先，老大家小幾度去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睡木以前上聽到就會睡唔好嘅質疑。就係杞人憂天，想太多了，係唔係？憂鬱公主，謝謝你。好，第二集老大小幾度係你㗎？大家好，我係田公益有條路嘅花，就睡唔睇嗰啲嘎。哦，條路聽到嘅啦。條路聽唔到。冇啦，唔過大部分都當好睡啦。好，工作平常時就是當個閒人，賦閒在家。冇啦。好，冇賺錢意思就係講大家嘅小幾條路。最近嘅小幾嚟賺錢喺這邊。好咧，你唔係裝白劇冇按用電好冇？第三集老小幾度係回傾。大家好，我係動前面嘅回傾。動前面即係個一下水落地，一下就想過啦，係安逸。哎呦，動前面。右上就想過了。右上嘅就想過了，邊個帶嘅耳塞冇？冇好。冇好。哦喲，等下那個躺下回傾倒帶，啲係樣板鬆動，樣板嚴重嗬。提示下老太小介度白劇。大家好，我係學大伯阿啲聽睇隻水，唔睇嘅白劇。呢老而家咪形容，佢係要跳路上唔睇，呢係壓力聽睇，係因為跳路上多。要求呢？天聽到。天聽到嘅煩惱。有辦法錢？哎呦，今天我怎麼收入20萬？我這20萬唔跌平難，勇敢噻！我幫你，我是沒有中威力彩頭獎的。好，第二集哪個小雞度係小虎？係大家好，我係顏色見來見妖，就見來見好帥嘅小鳳。今天老人家，快出來啊！快點出來啦！好，等下嚟小雞下，老人家會遇到哪啲嘅困難哈？所以老大家小雞度係關權。大家好，有時間睡到清好，有時間睡到清唔好嘅關權。有個老婆。大家對啊，有時候，有時唔好。唔知啊，就會講，我平常時有時間會歡喜，有時間會愛，你咪同樣意思。講廢話咪係唔係？唔過真見下來談一下，來看一下平常時大家嘅睡木嘅品質係乜嘅？假設你平常時睡木嘅時節哈，會加上會半夢。就青島夢嘛，很多夢。也係講你睡到啊面床度變3、4點鐘啊，結果啥睡唔睇，睡唔落覺。也係講你嘅睡木嘅時節半日就會想過來，就會餓尿動，很頻尿的感覺。係唔係自家嘅影響到？唔過假使你還能接受我有按嘅情況，你會有一種按嘅兩下很多睡眠債。就把定下嚟睡木仔，兩下就係看睇自家，你係唔係有把到按那個睡木仔哈？大家來看一下，大家按到艾普沃斯嗜睡自我評量表哈，啲下背按嘅情況，先講哦，你唔係做夜班嘅人哦，你係做夜班嘅人，你日頭愛成發愛發通嘅人，假使你當日頭呢個嘅情況之下，你會獨木睡木，你喺教來談一下，假使你做得用從來唔是發生就2分，當時發生就1分，按呢情況有1半以上，你都比如講長期嘅坐嘅讀書嘅時間，有1半嘅時間會獨木睡，你就係拿到2分，差唔多2分就會3分，自己嚟看一下你得到幾多分先算一下哈，啱下大家就填定來做哈。第一個係坐定讀書嘅時間唔會獨木睡冇。第二，看電視嘅時間，你清楚牙婆。看電視看啊就獨木睡。第三，公共場合同點親嘅坐定嘅時，比如講到會議室地位啊，又係講天人煙地位啊。看戲嘅時間嘅人氣吹一吹，就開始即個獨木睡踢。好，再來。坐茶係連續超過1點鐘，超過1點鐘就開始獨木睡。唔係自家視察，假使自家視察係獨木睡，繼續快題咯，繼續快題哈。帶來下豬頭，嗱咪定啊，小口咪一下嘅時間唔會獨木睡，就太衰。係第六，坐定老唔講話，講啊，自家會獨木睡。呀，就做點。
水。哎，然后就做的对，太感，可能自己还没有在讲，这个会啲旁顺唐人講法講啊，這個咩水？有啲是嗌唐人講法就當上為水。哦，就會懂我。那黑亞上一模了啦。好，再來，冇實際哦，冇實際哦，啲動作過後，實體動作就當上水。出咁爆嘅咧，你看，點錢嘅草定就可以水體。再來，市場係遇到交通問題。會罵你，唔會水。唔係就假使你嘅測查測中 Q 測到要真嘅會上會水體。你會寫外題。好，來看下這個大家都幾多分？誒，你觀眾朋友們來看一下，你得到幾多分？我哋來講一下哈。假使哈，你啲10分以下係正常，11到12分係輕度嗜水，你有的係好水母；13到17分係中途嘅好水母；再來18到24分，唔可能就係當中途嘅。假使你超過11分，你就要本線上看咯，來看下人哋後生到底達到幾多分。先來問阿志，你幾多分？我係8分。888分啦。這就太超過 over。加油講到嘛？誒10分以下係正常。正常啊，係正常。不過你知道人家水母嘅品質當好？冇呢，因為我感覺呢個測驗唔係當準嘅，因為講因為像有啲就唔係當符合我自己嘅想法，像我就冇食材，嗰時候嘅題就冇辦法算啊，因為我一定係錯配上嘅啥，嗰時候一定會水提起啊。不過我感覺自己唔係講水唔好，我係清難水落高，像有啲時間我可能1點鐘。1點嘅時間，往眠床，係往啲眠床，但係哎呀，睡，哦，往啲3點，往到3點這樣睡得去，有啲是喊他餓吧，可能往到5點這樣睡得去。這就天太講咧，拜託，給就太咧。係啊，嗰時候我感覺真係唔係清準啊，因為像我真係唔係睡唔好，但係我真係睡呢批嘅時，就真係睡當好。有睡落高過後就睡當好。係，我當然睡落高。哦，所以其實這也是難入眠的一種。冇錯。其實咧係每一種問題。嗯。你家幾多分？我係7 lucky 7。你知道這個水母品質如何嗎？我真係當空間咧，係真嘅。你講其他人冇空間嘅意思。因為之後水就會矮啊。冇啦，因為像我天講嘅係個無條路嘅花，我天草位水體，尤其係喺個面從啲藝順行哦，一馬上嚟去臥着床啊，3秒鐘，馬上水體。很好。像睡美人共用。冇啦，我從T4點後嘈茶點曬超過1點鐘，我差唔多都會水體，因為我知道嘈茶嘅時間當好水，尤其係我有一擺動歐巴嘅事情，就係我啲國外坐嘅巴士嘅時間，我就水體咧，係就水體咧，因為結果坐過班，係叫坐過班，係去駕錯，去駕錯啊，去駕錯啊，完全冇驚險咧，動太站嘅，你想講當好水啊，即水體，然後冇想到真嘅坐高站嘅，唔過好怪猜係高站幾站停停嘅，你就坐多轉來。係，好唔過按我係有點。真嘅呢，當我嗰時間。唔係這個國家，唔係這個關係地方很衰退，唔真正懂唔驚。不過我說嘅貢茶有啲魔力，最好係啦。哦，因為佢哎呀一直晃，哦，你講呢？當場搖籃，冇錯，像鵝鴨嘅強用。意思就係講你家盲胎，你家很多嘅像鵝鴨嘅強用，係咪？人咧搖嘅時間就衰退起嚟嚇，跟家家睇好冇？好，對。每日後背阿鳳伯，你幾多分？得啦，又係17,222係嘛？又係17分啊！又係部係水母，一期直播係水母嘅意思啊！係有直播係唔係？冇見坤大廣告，冇得講。不過加講到13到17分係中途嘅好水母，唔知道人家嘅水阿布條嘅水母嘅品質都唔好係嘛？我知道我有上是東好水，如果我東好水嘅時間後偏然冇強用，我是閒時就見白災，加個看電視就會東冇水。豬肉人家啊，咩啊？鴨婆就安尼咧，唔好講鴨婆。我講鴨婆唔係用木柱看電視，叫乜嘅？用屁孔看電視。用糖咩啊？咩叫用糖咧？你知道？從個家T點嘅坐着閱讀，跟坐定看書。你係閱讀障礙。咩？我打開我就辦公業。一係講嘢問題。係啊，嗰啲 T3點嘅公共場合，哦，跟有人去行較好水。係啊，我有一擺坐，唔啲啊天陽有嘅4D嘅，對嘛？有嘅，等你頭殼坐。嘅等你會退，唔係嘅等你會停痛嘅，係會削樹嘅。但不用講，誒，很強哦，嘅等你會停痛，係到底。等你見咗啦，叫。係啦，好水。咩當好水？啊，正經係當認真講，根本哦，討厭有些。
我当认真我甩毛加下，阮拢去杀甩唔得。哦，啊，真件甩体吼，半夜的腰骨会痛，会痛上。啊，学長 DV 嘛該無？用的也嘅顏色啦，你冇睇啊？誒，你嘅起嚟係動眼嘅，就講技能嘅。你點解腳吉他嘅嘛？唔掂呢等。下等到一本嚴掉。我講真嘅啊，阿師安尼講，其實你腰骨會痛哦，唔單止係顏色問題，比如講還有嘛個你的椎間盤突出。腦嘅問題。咱硬唔講啊，佢有傷骨刺啊，一講平常時你石頭啊，嘅去運動嘅時候痛太你去來到啊，故說唔單止係顏色問題，故說好傷人咩會安尼。冇有，我哋下就係，你下就係吼，我腰強背掉嘛，哦，順陽腳來。可能我看一下線上嘅哈，見難使用見嘅。上當啦哈，好，回去呢你幾多分12分。 ？12分，哎呦，還算是輕度哈。其實我自動我自家係水唔睇嗰種險嘅，所以係講做得動物水，我自道對我來講係幸福。係啊，頭先我都網上父母講，我唔會有骨痛，所以基本係老人家係。就正常嚟講，應該在動物水4點鐘。係啦。咁講你知道你自家木平常時睡木嘅品質？平均是冇好啊，因為始終你當為睡落覺嘅頻率要長嘅，至於可能就睡唔落覺冇。睡唔落覺，韓國是係會頭下半夢。哦，頭下半夢，係，動作會上過。係，有人不上來兩三度。我眼先下半夢咧，眼先下半夢咧。我冇半夢。應該動到不幫忙動開。係，上冇睡冇空用。尿逼到。唔係啦，嘅係耳鳴癌。不過真件啊，講真件，家下大家就講到，假使你石頭做按到嘅事情就開始動脈衰過後，最嚴重嘅可能會有阿媽嘅很多自己會不自主嘅，唔多啲會掉落去，叫做嗜睡症。就是嗜睡症嘅是，他沒有有時候是沒有預警的，會動危險，就可能做睡開始就一陣動上來睡嘅感覺。不過假使有安尼情況，喺本性上講，阿冠權都係幾多分？哎 ，Hello，你看懂嚴重，這是重度了呢。嗜睡症的呀。24呢。哎，滿分24，你得21分，馬該醫師。有人會讀書啦。人會讀書啊？哪按多高分？你做慢講一下，我們會睡唔睇係冇？蠻榮幸的呢。因為平常時啊，我睡夢嘅時間就會半夜3-4點這樣睡。結果咧？記得你咁樣床。該就20條，藝術規定自己10點就會紅蟲。10點就紅蟲。 10點要紅蟲。好住呢，假使你冇事情，沒做得睡一下午覺啊，哦，冇，然後睡一下午覺，傍晚你沒叫我做得睡啊，沒做得睡，然後啊，你該然後再維持我那個半夜該我的彩色人生啊，Hello，冇呢，馬該半夜唔睡冇個做乜計係冇？冇，因為我之前就同講權講，叫佢維持彩色人生，嗰時候都搞到清安。不過曾媽媽第一天人講吼，曾阿姨，安不條啊，問題多唔多啊？嗰時候他做轉不卡好冇？伊喺孫叔叔、孫阿姨上身啊，真緊難過，我本來真緊都危險吼，冇事情啊做到，全部卡好好睡，冇咁講唱，現在21分都危險，你有本事上去看過咧吼，咁行擺咧等下來講一下。不過你觀眾朋友想下，你自家睡夢嘅時間，你家得到幾多分？還有你最腦一擺係乜嘅？你睡唔落覺，又係煩躁，最嚴重、最惡霸嘅係哪時咧？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大嘴咕溜。大概意思咧，佢講又對佢講啊，又睡唔落覺，嗰時候懂麻煩，我又驚佢鬼，因為我講，因為你真係懂麻煩。人家就聽人談呢啲啦，我又驚佢鬼，因為來我嘅腳，嗰時候我又將我嘅腳包起來。拜託，你睇鬼片看聽到嘅係冇？你本就愛用嘅傳說，每次讓你一個小劇場睇到。因為他躺着大概只會到床的一半。來唔到，來唔到，你躺過嘅鬼吼，就會來，哎，有冇東西？過來一個，哎，有冇東西？你嗰件事啲面從劍也唔到腳。歡迎大家到咗嚟《好生態上》嘅節目現場，家專門伴大家做一個測驗，就係自我評量嚇，自家係咪熱時頭嘅時候有好睡冇？大家唔知大家幾多分？係咪？聊下我最尾嘅八強，你得到幾多分9分。係啊，9分係當正常嘅標準嘅範圍之內啦。其實認為應該係睡眠自制高度者。哦。係，因為我上個睡，我上個睡到大，假使我唔上個睡，我是做啲強點咁樣。比如講我假使我跳入長度嘅計隻禮拜哦，我做啲一隻禮拜哦，睡唔到，加起來睡唔到20人點鐘。
哎用都冇水的。差不多建議是要3到4點鐘停停。凍漿。假使係摩天路嘅計則禮拜哦，我做的一下是睡到20點鐘，一天睡到嘅，你就8點嘅暗部跳8點睡，結果剛應嘅8點暗部跳8點，你想怎麼奇怪我手表壞掉了嗎？日期壞掉了。你說4點鐘呢？係哦，所以你說2點鐘，係哦，都唔啲好想啊。應該是到白天暗面可能衝球下來，可能咪唔好。係啊，一下要睡到2點鐘，一下要睡3點鐘停嘅。即係啱啱是到啱先停咪。係啊，難怪我破氣故事係啊，唔當佢胃痛。會破氣哦，自己。咁個時候咧問題之間是係講，你自家去回想一下，自家有乜嘅當歐巴嘅翻炒嘅情況嘅經驗咧，自己嚟講。有我有一擺真經翻炒嘅經驗係當洋葱嘅，係因為有一擺我去出國去了嘛，佢講人我有遊戲愛做，我說我講人嘅事係早晨8點嘅事，不過因為坐火車，我說我幾多點就要放床，差唔多6點嘛，你講前嘅幾多點樣轉到台北？我差唔多8點轉，暗部頭8點，跟我轉到屋企差唔多9點10點，我就想9點先很早的啊，因為可能11點以前我睡落覺就早的啦，就還有時間睡啊。唔過呢，後來用白都睡唔落覺，一方變來變去都睡唔落覺，後來我就搶睡嘞。2點2鐘就紅床去做事咧，係就做幾年嘅事。唔過我真係當麻煩，我真係去就當麻煩嘅人，因為從有段時間你做就係啲餓背嘛，我要會翻炒係因為我有啲會潔癖，我啲帶起來嘅枕頭墊，我要貼墊枕頭。係因為我感覺我會有啲做嘅，再過來嘅我睡夢嘅時間一天會全部補貼。哦，貨咧全部疊貼，全部疊貼，按用張睡落覺。睡到嘅無所叮咚嘅地方。係冇唔錯，唔講用辦，除非我每成日要對佢講，係要講講人啦，喺大概意思咧嘅講要對佢講啊，要睡唔落覺，嗰時候懂麻煩，我要講嘅貴，因為我講，因為你真係懂麻煩。人家就聽人談呢啲啦，我。我要講嘅貴，因為來我嘅腳，嗰時候我要將我嘅腳包起來。拜託，你喺鬼片看聽到嘅係冇？真嘅，因為以前就看嘅走遠就有陰影的嘛，我就講嘅聲音，不得會，哎呦，來你嘅腳，來下種係身影，你本就愛用嘅傳說，每次讓你給小劇場踢到。因為他躺着大概只會到床的一半。來唔到咩？來唔到，躺過嘅鬼嗬，做咩來？有冇東西？過來一半，有冇東西？你嗰件事啲面從劍也唔到掉。跟他貴唔會吃價，爬到我嘅面床當中，哎呀，爬快了後，因為那係我嘅屁股將蓋到鴉片機，就做嚟來我嘅腳，嗰時候我嘅屁股。老唔講，司機好冇按斷嘅屁股，拜託。你想太多咧，想太多咧，給你講，你知道躺到佢按你講，你上班。聽我真係跳高嘅。冇啦，其實講到飯炒嘅事情吼，我其實啲學生時期較容易飯炒，唔過我唔知睇下會按用嘛，就有上時啊，學生時期會太嗨。很嗨嘅時間就會飯炒。冇啊，唔會喎，因為田工業可能有戶外教學啊，還有一點嘅事情動起，他就會飯炒。就動興奮啊。係，就會按用，因為按用嘅事情飯炒。唔過有一擺學生嘅時期飯炒，我就幾時間我老我朋友向下帶嘛，嗬，但係我朋友真係懂吹過，因為我就上地哦。冇啦，我就算唔落夠嘛，嗬，幾時間按嘅數據啊，係咪食到飽嘅一個方案，可能要聽用貴人買唔起，我說我就見到數據都刷唔落高，還見買嘅流量按鈕，還係刷唔落高。我說我就開始你睡冇忙？我朋友講我喺洗頭咧，拜託啦，我大追股啦。我朋友說做乜嘅？我講你洗唔睇啦，佢就開始嚟哄嘈。根本要愛講乜嘅？見講，你就見講。見搭地，冇錯，見搭地。嗰陣我嘅朋友就見講，喺到差唔多4、5點都還忙睡冇。天公爺有事情啦，然後就哄嘈唔起來啦。做好上行做得啦。嗰個天公爺8點嘅課就直接奪課，直接奪課，冇錯。哎呦，我遲到嗬，做我嘅朋友讓強下帶咪真緊動艱苦嘅事情嗬。自家去睡睇，結果半夜半夜吵上來，結果自家冇到自家唔思睡。唔過也係美好嘅回憶啦。係啊，什麼美好？對他來講是美好，對他同樣。搶春。好啦，你都有搶春，我摸到兩袖唔得嗬，打你門回傾嗬，做你媽媽嘅時節嗬，大家摸上嗬，媽媽真緊動艱苦，愛睡，自家睡唔踢，哦，真緊動。
上干工，用班的进行回去咱讲下。台都时个时间，哦，系啊，那个都是动态。很辛苦哦。佢本身是水唔好，台都市有行好難水，我記得我水咁我時揸尖頭，一片貼咗一片貼，你揸貼到哪一隻貼腳？哎，那给你公正呢？我怕你叫我爆冬瓜。是有時揸尖頭，香港喺上講本自家好暗掉水，可能會好水。啊，熱的水睇。係，我是差唔多11點水，結果水下去可能2點兩鐘漲嘅水你係咪捱得下型？係啦。冇啦，我們要睇西藏真的。我已經係送包卵呢。都是真的很大，就對了。和水落去，可能11點水，咱2點鐘有差不多是水退。可是應該4點鐘，應該是躺到凌晨4點多，我就聽到該送羊奶的來了。送羊奶呢？哦，林天講的啦。係啊，和差不多5點應該是躺到送補給來的，所以固然不其實冇買。用糖的就低了，還幾多點？加插羊乳，錯。有時候回去到幾多嘅家長嘅時節開始有安樣情況。我因為送包卵啊，差不多7張月。哦，7張月。所以我差不多2張月嘅時間都按用完。阿妹真運動辛苦。糖度安樣輕，我要老全世界阿妹講，阿妹你辛苦咧。辛苦咧。Hello，好咧，基本主題哦，乜個阿妹節目講多啲啊，就係問安尼小鳳哥嗬，小鳳爸，自家嘅有乜個水唔睇嘅經驗，最歐巴一擺。誒，唔係我都好點哦，我啷講，我喺讀到吼4-3年嘅4國錯嘅吼，就開始來抽水哈。哦，開始作風來抽水嘅。嘿嘿嘿，按名牌嘅時間哈，給公司才到2-3日吼，唔是衰呢。跳也唔是衰，唔是衰。啊。我有一擺吼，天氣也無衰，天氣也有事愛做，好，我就變定去做。進來以後想講好咧，我做一擺水木咧，結果咧一接到天花，南埔愛下高雄，我想講佢種就冇衰啊，半夜較好事，我有4點才下到高雄。Hello，唔係日也無衰，出價有4才下雨。嘿，你連天講啊4才下雨，冇唔錯。這是什麼東西？危險駕駛。公司才係。我去檢驗，唔係，馬該時間講。唔過這種時候，因為大上也有不同的那個狀態。啊，這種時馬該點啊？什麼狀態？有錢好穿哦，唔可以開。會嗨。係會嗨，唔知喎。跟住才哦，一穿錢哦咧，就動跳就唔可以開。係咪叫佢一擺啦？叫佢一擺張都會了，喺動家問題就做唔得。啊，我啲高雄啊，無限幾年嚟轉來哦，想我動開，應該一放落去就衰，結果神勢好以後，運動奇怪呢。平常時明明動開家下吼，上海衰冇，唔過唔就上海老唔去甲當日要做嘅事情辦成，留數記嘅。乜嘅樣片一天我看呢，乜嘅一天我點開落嚟嗬。冇重要嘅事情。冇錯，一天我留一事情做睇，好，我教好，我留一先留好，唔爭有辦法衰，不管有結果。真勁誒！真勁。我知道嗬，黃小鳳嗬，都會嗬，真勁係唔記得用扮水母嘅，係按叫冇水，唔記得冇。唔記得水母就真勁喎，唔過我唔可以唔記得條魚，我點唔想講乜？唔可以唔記得用扮食飯嗬，肚子咁樣起來。哦，我也唔可以唔記得。嘛，吃鹽上上杯。上上杯嘛，嘅白鉗咧，跳白要乜嘅當歐巴嘅水母踢嘅經驗。有禮拜應該緊緊水母踢，我的自制力哈喪失了。該擺係因為應該該用是係大學4年生嘅時間，我不僅繞牆到美國洛杉磯愛主持發音，世界發音出。啲點啊，係，該用是哦，因為阿別中台啦，該發動動態啊，所以前一個咁係重點啦，前一個暗部哦，我緊緊水母踢。我水差唔多幾分鐘哦，我是可以紅起來哦，緊張會到死啊，所以就想講啊，乾脆不要睡好了，所以就起來看一下主持稿啊、順稿啊，用準備一下哈，結果又發現到壓力真係好東西嘅，我準備到做啲準備到非常完美，我本來準備嘅時間來到東窗啊，所以
甩木梯没动好，可以给它转变一下，来给它变成准备的时间啊用。有时候我吃到白欠老小凤没強用嘅，就是有啲開始因為當興奮當要壓力嘅時，啲電腦上唔聽，結果一邊送過去，因為20點鐘就睡落去嘛，係哦，你唔可以過上過來咩？睡到呆哦，剛剛才醒來的，剛剛才醒來，你講你睡10年係冇？差唔多睇學時間先，主區以後我睡到街下。唔覺地啊，唔覺得個地叫。啊，等一下下節目還是繼續都睡。你係變衰啊！就新年後才會上過來。你就對了咯，我就看那奧運的時間啊，新年像一百。不過觀眾朋友，假使看到裝備，看開懂真相，因為佢新年100，像安尼總統太顯形容吼，新年將有一道，看到安尼裝備幹嘛吼？跟安尼觀眾朋友想下，你平常時嘅睡眠嘅時間有遇到哪條嘅困難呢？等下再來老太家講一下，安尼飯操有分做3種類型，你係哪種類型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家打嘴呼了。我哋有談過做啲點嘅精油啊，嗰個咧下最佢咩有談過用嘅睡前瑜伽愛用做，因為那係做啲溫火嘅風，係生產安尼嘅經過愛用安尼暗時較好睡，係。唔過我剛剛用木誒有對電影講，因為我看唔到。我看到咩有人來我講，應該是。拜託，你當一啊，那看你真有人來你還叫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嗬，加入講到呢個飯操嘅行為，接送所哋分咗3個類型嗬，請嘅觀眾朋友聽你聽下嚟看一下，你係哪一種類型嘅飯操？第一種係壓力型嘅飯操，就係講你睡夢之前啊，會上青島啊，會同見考慮天公嗬，考慮暗態度叫天公本係腦頭夫嘅感覺嗬，冇天台要經常投入，也係成發嘅事情。東南睡落覺，接送我哋肩頭硬當當嘅，就數軟腳來腰鉗背調安尼，工作壓力強大。再來。心肝、心火動旺嘅幾種人，就係心吵吵、心泡泡、胸脯頭吼，加上胸肝，係安尼心肝頭會窒窒，還有我吃到會再會懶窮，睡到眠床當唔好睡落覺，係我加上會搏夢，半夜睡下就會想起來。睇灰氣係冇。第3隻就係心氣動氣嘅呢種嘅飯操型，然就加上會心爆吼，會心肝卜卜爆，唔係拄到自家中意嘅事嚟嘅做，唔係哦，唔係拄到自家中意嘅做嘅心肝卜卜爆，唔係哦，是心悸哦，心有餘悸嗰種感覺吼，啊突然之間會知道會強派感覺。有人來嗌嘅腳。唔係安用，唔係拄到鬼拜託，吼，再來係乜嘅？講法吼，阮太太啊，有頭目的啦，接送然後研究散啊，從無厘頭安樣去，東南睡落覺，雖然睡當久唔好，係吃到當片，唔過三下嚟問安尼菜蟲嘅吼，後生嘅，阿自然係屬於那一種。我係壓力型嘅飯操，因為非常係符合我嘅情況啊，像係睡夢一下上聽到嘛，再過來那些講你有條路嘅時候，真係就會有啲緊張，會笑咯，你家強樣嘛，嗰時候就會緊張哦，天公你要慢啊，給主持搞啊，要慢，緊張，一開始係上天公你嘅條路，再過來又上思考未來，再過來又思考人生，就英雄英雄都會思考，係全部會思考嘅，講嚟就上哦，我就會老師家講，總得上岸對，懂得，總得。停下來，唔講你停下來，又開始上嗰時候就會被氣搞冇上岸到啦，唔過又會上就冇辦法。就是杞人憂天嘛，就是每天這邊緊做嘛，緊上嘛，半夜上嘅前條路，結果都天公本冇條夫，唔就係呢種嘅，天公本冇條夫，根本就冇開始講，即係緊上緊結果咩冇去做。我媽就愛用講嚟，你就按你冇效啦。冇叫咧嗬，要啦，你本身上看下好。好啦。嘅講起來，你係哪一種類型嘅？唔知道。全部都有。阿里片。阿里型老嘅第3點嘅心氣虛型。哦，就是心氣。我覺得你不是心氣虛，你是心虛呢。心虛係啊，咁樣心虛。用翻講啦，你平常你冇睡落覺係冇？你係講。平常時哦，因為我大概體況哦，有一個缺點，就係該練沙啦，老溜達該沒本事，佢情侶哦，佢按不條半夜3、4點哦，沒有啦，有一個人格有嘛？哦，人格比較，大家都來充滿嘅，人格。係啊，有時間還會疊東西呢，係啊，佢就感覺清白，佢就。
搬家了。真紧好拄到安尼情况，伊就像甲一甲魔法术改变，因的时节只好山不转，自己路转，一甲师傅，一甲半一在猥琐，好点心的猥琐。我赶紧看那魔好，一个喊了还按压水没？还是用按压水唔使摸？哎呀，一听会清压水。那你根本不是白魔甲跟魔好啊，越美丽啊！好了，我们不要听冠军那边来咧，叶太美。不过，真紧假是真紧拄掉一些水，唔睇先，有想过乜嘅办法，有乜嘅朴素做啲改变，这个安尼啊水唔落高啊，会反烧安尼嘅枕头毛，他自己。我睇翻嗰啲白切架，就會放到名從當紅水嘛。不過，哎呀，慢了下，我就會起來看一下手機，溜一下，我說，做唔得，哎呀，啱嘅冇嘅貢獻啊，你冇做咩爛鐵，係冇從來就會強，冇做咩搶名啦，搶名。溜下啊，冇做咩爛鐵啊，佢不用，溜下，哎呦，無限循環，青豆瓣地毛，青豆瓣。唔做嘛，該唔留嘅這個網絡嘅準體去，聽體去就好。好，我知咧，哈，後來就。冇啦，這個就按用一直反复复按用就水起嘞，嘿。不過，我沒有吃過青島嘅方法，從來沒有用嘅眼罩，你們講。木誒咩？我沒有聽講做啲點嘅精油啊，講我哋下最佢沒有聽過用嘅睡前瑜伽按用做，因為那係做啲溫和嘅防水。嘿，身體你嘅經過按用安尼按唔到較好睡。嘿，唔過我剛剛用木誒有啲電影講，因為我按用。看唔到。我看到有人來我叫我用。拜託。你當然。啊，老闆，你真有人來也叫，你老闆你帶給他。看到有你係帶哪一片？我係食咗好咧，呢邊啲潮到都冇。你係咪當做壞事，當按用笑？真嘅，咩？你石頭唔做虧心事，半夜唔驚嘅鬼來敲門。哦，因為我係背住隻鬼啊。哦，嚟。唔過相當真嘅，嘅理解咧，用辦起來做了就嘅改善日嘅煩躁嘅枕頭。我設計其實就係種簡單嘅方式，像係選用嘅啊，動有效果啊，韓國。徛腳啊，係徛腳，未腳徛到哪邊？腳徛到跳凳係冇？唔係啦，徛到台頂牆壁蛋糕，就係有瘦腿瘦身嘅效果。哎呀，因為按樣差唔多徛一下就整件會動上會衰，冇我唔係對迄上嘢有效無效，我對我係無效啦，係相當有效嘅啊，因為我接上都係徛到水鐵咧，係，係講啊水唔鐵翻，我買嘅水氧機。哦，水氧機，你係認為嘅係黃美係嗎？唔係黃美。椰牌。咩唔係？唔講你講嘅那個水氧機，我知道係有效係因為嘅精油，因為嘅精油當用以為蹦出呀水膜。我底部有點乜嘅薰衣草啊，然後還有助眠嘅。當你做啲線膜，佢用嘅 Q 米啊，看 Q 米有設落地係冇？錢真係動動呢。冇，韓國人搭啲嘅 LED 燈啊。哎呦，很有錢哦。你嘅水膜真係好貧窮限制我們的想象。真係冇錢嘅上唔到咧，都按到出頭，按到出事係乜嘅嚇？給阿小鳳人平常時要做個那條嘅幫助壓睡眠嘅東西咯。一開始我讀到安尼，就會因為到誒，可能都會想乜嘅劇本嘅東西嘅內容。嗱，一開始我現在講生乜酒，然後乜酒嘅便利商店同封片咪就買一罐啊，所以有一些感覺就帥，就發現到哦，個乜酒唔辣。就開始說有抗藥，冇嘅有抗藥性。冇生米酒啊，按嘅啦，我開始說嘅威士忌啊。哦，我買水果酒啦，係啊，有想講嘅畢業風卡細啲。這個下，哎呀，係下，你心事是多啊。我見到我就發現到哦，跟有啲爽東人用嘅是，或者天樣哈就跟下就一直下。結果佢點然後你越講嘅威士忌咪半伏特氣。一伏特冇嘅前大眾嘅冇也係冇講佢啦，我聽講係會冇鬆開啲。哦，真係啊。係，你實聽到嘅胃酸過多啦，會熱酸啊。係啊，主要我發現到安尼做唔得啊，做乜嘅上個衰感冒啊，食多次嘅會冇鬆開咯。係啊，我主要我就停退。古時候羅馬每一天早晨應該嘅都市啊，水裡。見到講也係碳水化合物嘅胖，嘅麵包，係嘅熱量都高。講你食麵糕，還有兩字要降下來冇？
公子啊，可硬了。攞住大台大踢。我定義係即係觀眾朋友咪定義嗬。咁個家下要講到水木前線嚟啉酒，要當英文咁做。咁個醫生係去提醒大家，要當到專家當到醫生講嗬，水木前線你啉那酒，其實係冇幫助那水木，因為你可能會覺得說有效，唔過咧。酒精其實會有反彈作用，你看一下又好停，跟好過咧一點鐘過後，這酒精會促進你的神經亢奮，變得因為含好水木。所以要把握這1小時。不是你1小時後你就睡不着。不是你要淋了後呢就直接睡。沒有，就是你1小時後它會幫助你的精神會亢奮。韓國人假是食甜多一些，其實你唔好睡木，因為你要吃多飽，食甜多一些，你心肝會爆爆表。會走偏手啦。會走偏手。尤其係食麻椒，你唔是睡咧，你鬼呀就睡到偏手就好，你就睡到馬桶當好。因為走偏手啊，係啊，必須擦很加厲害，必須擦很加厲害，嘅安全呢。你想講哪條嘅方法咯，來幫助自家來睡木？這個就係食藥嘅啦。食藥嘅，好勁哦！食藥嘅還有一個就係本自家較甜掉嘅。本自家較甜掉嘅就係你就中午就唔是睡木，有時間下晝唔是睡木，就一直撐，撐到按不調嘅時間清甜唔過大部分動作跟下晝都冇睡嘛，大部分嘅人啊。係啊，因為我上班我做車啊。係啊，就不要眯一下。自由業啊，操！還有咧食藥就會醫生要開個水分，所以肌肉，係啊，肌肉放鬆啊。你講強勢嘅啦，強勢嘅嘛，強勢的叫佢睡唔停，睡風勢一張睡。所以肌肉放鬆嘅話，本自己較好睡啊。不過，正經嘅家講先講到，假使你有那個整體嘅時間，正經本線上可能係開藥嘅，本醫是開，你係助眠藥。不過，正經佢係提醒你所有人唔好中意食那個藥嘅東西咧，你可能會太依賴它，你又沒有辦法恢復到自己本來當自然嘅水木嘅狀況哈。所以呢，你有乜嘅方式來幫助人水木？其實有一段時間，我是暗不頭會去慢跑，想講已經好甜，身體好甜，和我去慢跑狀態差不多都係只會睡醒，就洗完澡乜嘅事情都冇做，是睡夢，我知道意又好，我自家知道又好。咁講呢一下可以撈太子家講講時間幫助你睡木嘅好方法。好，第一，睡木前6點鐘最少唔好食啲加味嘅東西，比如講茶、加杯啊，唔好食。第二，那睡木啊，我平常先學生活嘅規矩，我覺得後面這句有點難啦。我睡7到8點鐘，一個人先至做唔到哦。第三，改善嘅睡木嘅環境，我哋老火疊貼，你當好。不過，可是你還是會怕嘛，不聽賴者，不聽賴者啊！對阿某叮當嘅會所做在幫助你睡木，幫你睡木，還有你還沒係你呢，睡木之前唔好去碰人嘅手機啊！你明明就有睡木的，你不是睡木之前，你係睡木動下，還會要。再來睡木頭，睡木前3到4點鐘，你係 breaking 唔好，因為你這個時間你是激烈運動，電到會半夜嘅進行哈那好，反而太興奮睡不着哈，為那電到睡唔得。好多假使上嗰個自家下要講到嘅睡前瑜伽，可能係好好嘅方向。觀眾朋友，你睡唔睇按那個枕頭嘛，用辦法改善韓國係哪種情況、哪種性格嘅人，佢電到下會睡唔睇咧？等下再嚟繼續留大家打嘴鼓了。我有的而且真嘅應該，你係小劇場，真嘅有按用，你有彈過按用，就是彈珠掉下來那種，你有彈過嗎？可是那是中錘效應啊，就係講假使人家跟溜檔有乜嘅東西，要係講那個整棟大樓裡面。哦，真嘅講，因為我之前去看有人講係因為有鬼，就你真有鬼啦，人家冇怕最太鬼追你啦。歡迎大家多上嚟《後生太上講》嘅節目嗬，假如靠大家講到假使我上去設計嘅睡木嘅品質變好，要當到嘅方法。唔講咧，譬如專家講到啊，具體啊，你家講到像你家一開始就講到，只係當好睡嘅，一夜好夢嘅人嘛。譬如像安尼嘅肺氣啊，睡下落去。
個3點鐘咧，忙睡睇，看態度看的是看這樣3點鐘，一家將睡6點鐘，按呢個人都有。不過除了個生活環境，也係講你自己生活嘅習慣以外，仲咁有講哦，你個人格、你嘅性格，咪會影響到你睡眠嘅品質。接下來就嚟看一下，第一種係有責任感嘅人。他有責任感，責任感水準較大嘅人，就係他冇責任嘅人，係冇，就係講這個很難睡好。就係講咧，呢種負責嘅人格啊，然後你嘅智力嘅這個嘅條理有關係，你就是比較會有條理的。假使你自己沒有辦法自律啦，就係講你平常就是一個沒有那麼負責任的人，就表示說你其實平常也不會很規矩的去規範你的人生。你這個講呢個意思，就冇規矩，那個嘅。你的頭腦沒有辦法形成規律，如果因為規定時間到暗晡頭10點到港英嘅6點2段時間來睡夢，你冇規矩，你沒有規定下來，然後你就是讓自己那性質變得快，變成一種生活嘅習慣嘅時節，佢係講呢樣嘢，係可能會嚇唔好睡夢，因為而且還比較被動嘛，所以沒有辦法有一種規律感啲嘛，讓人生沒有，因為你的平常就冇規矩，你睡夢嘅時間冇規矩，係唔係咁樣嘅？好。第二，好內向嘅人，很難睡落覺。係啦，係很內向啦。身高很內向，身高蠻內向的，對啊。因為到暗晡頭時，佢準備去睡落覺，真正啊，佢會開始想東想西，然後啊，唔係冇手冇力嘅，像理解上冇手冇力嘅人，故作激動會睡冇覺。咁講咧，呢一種人會少聽到嘅東西變作佢睡唔落覺。第三種係乜嘅咧？神經質比較高，好神經兮兮嘅人就係講，我上控制。因為不應賴走啊。因為神經兮兮啊，你睡夢嘅時間吼，因為用賴嗌嚟叫噶。因為高神經質者吼，就係開始小東小西嘅人吼，佢唔會睡落覺。因為記得面對壓力嘅時間好敏感，所以講呢三種性格嘅人可能好難睡落覺。自然用因為講人格。性格，然後睡唔睡落覺有關係冇？動態嘅關係，因為人講好做嘅抑壓荷爾蒙嘅人，大部分都會動落線嘅啦，係無腦嘅啦，嗬。就係副基因好唔好？有啊。落線真係可以嚟動落線啦，嗬。嗰時候因為我上行嘅動落線嘅無腦嘅朋友啊，都睡到落覺，都睡到清好。而且冇副基因。唔講呢，大部分我沒有想到講，像我青島嘅朋友都係自由工作者，青島嘅朋友都係因為呢個想法。冇按規矩，唔係冇規矩，係因為你冇固定啊，他冇固定，係沒有規律性。故說呢，可能你做上班族嘅話，可能當你就會就順6點鐘從啊幾多點下班啊，就做啲全部卡啊睡嘛。故說佢哋嘅生活係非常規律嘅，故說佢哋習慣有隻時間表。不過像你當你都冇可能啊，故說你冇壓隻時間表，就係問題。也係真嘅，因為像我之前有做嘅上班族。證明我時間動固定，我就睡落覺，從一下就動反潮。就動接上會反潮睡唔落覺。係，其實我知道阿志講嘅有啲係錯嘅，就係講，其實你嘅工作嘅環境、工作嘅性質，加上會影響到你暗晡頭睡夢嘅時間嘅品質，係唔係？係。假設你喺平常時係一種早9晚5嘅人，我每天就是早上9點固定我到公司嘛，故說我天喺7點半就要放床，故說我前一天我規天之間到12點，可能最夜12點就會睡落覺，佢這樣有可能有睡到7小時，加有可能一天要睡7到9小時誒，拜託，那有可能係唔係？給理解你知道。嘅性格有影響到睡夢咯。有，我知道佢容易犯錯嘅人，嗬，就係一面下定也心思也兩個字。心事重重，下多面空。冇唔錯，韓國我而家看到也是嗬，神經質水平較高。誒，下邊就一個例子嗬，真係就係小東又小西啦，係小。其實當然最小永遠會嚟嘅一腳。係冇唔錯，韓國第三我看到嘅就係。太體嘅人雖然唔好，都係胡木強較重嘅人。胡木強係黑眼圈啊，胡木強較重嘅人。故說我係高面咧，係要等人係啦，要等人高面啊。不過，但係喺嗰種反超嘅人，太體都會有按用嘅針頭啦，喺嗰小鐵道嘅啦，然後喺平常時啊做壞事情啊，睡唔落覺咩有可能啦。係啊。不過咩要參加講到性格很敏感嘅人，很敏感嘅人嘅時節，因為佢對於某個事情就會覺得很敏感，是不是？
这件事情，我又忧伤，没啦，要讲来鬼时情，因为他也是比较那个细，他 U 型，他 U 一点，就是容易受到别人影响，就说啊，因为听他讲有俩机会，是会这样。我上硬面的哦。也係講長自己那種敏感，就是對於反見哦，憂傷係冇嗎？有冇買緊因為賴愛叫係冇？冇有的，而且真嘅應該小劇場，真嘅有愛用，你有彈過愛用，就是彈珠掉下來那種，咚，你有彈過嗎？可是那是中錘效應啊，就係講假設人家看到溜檔有買個東西，也係講那個整個大樓裡面。哦，真嘅我，因為眼睛也去看有人講係因為有鬼，就你真有鬼啦，眼我怕最太鬼追你啦。好咧，我們根本已經唔係青年版特輯，冇講嘅都事情。佢關鍵係出題嘅疑案，因為可以影響到水木品質嘅含有奶豆，出題新嘅疑案係。你感覺按該冇關聯呢？跟冇關，冇關聯。老奶豆有關，它是 A B C D 的 D 啊。啊 ，D 是什麼？你認為 D 是什麼 ？D 就是有眼有隻室友，哦，佢陪嘅，哦，小館長係嘛？小館長，佢咩錢陪啊？小館長邊個較陪啦？係啊，佢較陪啊，佢一陪緊然後就是前後水夢，因為水下去啊，20秒就是水退嚟，你就水唔退嚟，最快是田高，個滾嘅。係啊，嗰時按用陪緊然後較好水，較無憂無慮啦。你就去逼佢海佢就把點錢就幾衰。係啊，我從頭就打佢啊。因為你嘅自由工作就會看唔好水木嘛。哦，蠻難接安尼。冇啦，只教嘅壓力啦，睇教都強用啦，千度條路，哦。剪頭條路。冇啊，而家到啦。冇睇教強啦。廣告網址啊。所以說，他們假設有乜嘅條路做得去潛關權吼，要去拖一下嘛。家下吼，我覺得吼，關權個買啊嘛，他條用贏下河水冇，佢亞洲風就冇啊，講安尼又準。係啊。冇啦，我條牌咩動河水啦，如果我是報名係知道。送成贏係冇。冇，喺河水就2點啦，第一吼無色無味無煩無惱。係嘛？唔過老嘅冇強性咧是冇強用哦。他聽一點覺得身體會健康啦。你比如有得人吼，那係講誒，那條會唔好，那條會痛吼，安尼鬱落去，可能有腰骨有嘅骨刺啊，咁啊解吼。誒，整件酸唔落夠。係啊，用嘅溫用嘅就艱苦，好，規安部變來變去就酸唔退。古總我知道，自我有要2點，我條牌嘛黑啊，係嘛，也天天會改。古總你知道老人家嘅身體嘅狀況沒有關係？有哦，我知道我有檢查。古總，人家他老人家多咧，係冇？係就知道可能有時是視察4條舊啊，吼粗條舊嗰腰骨扎到安尼。一些老人魂啊，阿峰爸，真緊，而且從頭會看到不卡圖嘅老人家嘅時節，吼，從來老好時態嘅嘛，因為佢可能一夜睡下去，可能就3點。哎呦，唔係，也有可能是因為經濟醫學嘅研究講，我們年歲見來見太高後，水木嘅時間會見來見少，可能就像趙峰，前幾日趙峰還講，反而6點後不讓佢水木，唔係兩個原因，係因為你到老嘅高後，我們的屍體的會自然會讓我們覺得說，你經過嘅水木嘅時間拉咧，咁樣你看，誰偶爾見出誰時間。佢可能仍然係水，像無尾熊熊樣，見衰就見衰，仍然水仍然可能唔超過1半啊，可能有將近3分之2、3、5年時間都係水木點見。不過聽到安尼見來見太過後，我們需要睡眠的時間可能越來越短，而且會分段睡。人身體不能講，冇乜嘅時間咯，冇見水了。唔係啊，因為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那個集中精神在睡夢，所以我們變成分段睡。比如說老人家集中為水凍住，為水下對，分團，用水幾張水，睇唔過最重要係乜嘅？係骨頭安尼抗健。假使有乜嘅睡眠嘅問題，安尼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假使你真經拄到一開始老太太講叫做睡眠檢測嗜睡症嘅問題，假使拄到安問題，我解釋。去潛先生，去本先生看，唔好去通體這個抗健嘅眼神。我記得咯，下禮拜強嘅時間，我哋繼續來視看後生睇上講，要發睇假歌，上來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謝謝。係嘅咯，謝夢，你睡夢嚟？到底睡夢咧，睡夢。